大家都知道㗎啦，琴日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呢個兆康站呢，就凌晨一條直徑900毫米嘅地下水管就爆裂咗啦。咁啊最大鑊呢，就出事之後呢，朝早繁忙時間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大塞車，所以逢親主要幹道嘅水渠必須要優先更新保養，同埋增加呢個新科技嘅預測嘅風險嘅。咁我呢已經寫咗信入去發展事務委員會，要求討論呢個結構性嘅未來嗰個投資嗰個策略。咁啊，政府之後呢就執生安排呢，我哋實政圓桌覺得呢係可以收貨嘅。喺晚上繁忙時間臨時開翻3條線啦，疏導交通完咗之後呢，佢先至再攞翻呢個慢線要嚟做維修。咁啊，水務署呢亦都喺呢個6點前全部屯門西北所有樓宇呢11點開始停水就進行維修呢，已經公佈咗。咁下晝6點呢已經開始發放好多嗰啲水箱去到嗰啲受影響嘅屋苑。咁我哋收到嘅反應呢就幾正面嘅，全部都話政府呢一次喺執生方面呢就做得好好。咁啊，亦都有人呢就話佢啲屋苑信息混亂，明明唔需要停水制水，佢又話會。咁我哋相信呢個呢唔係政府發放信息嘅問題，係嗰啲屋苑嗰啲管理啊、啲看更啊，佢哋自己有自己嘅演繹，會錯意啫。